来看，伫咧新德科学园区内底一间公司，号做基邦科技，传出涉嫌伪造空污的数据。新德地检署环保局等等的单位做伙调查，发现这间公司从109年到112年3月份的这个期间，因伪造排放管道空污监测的这个数据，申报去予环保局，可能是要闪过无照规定操作的处分。也来检方查分是照违反空污法等等的罪嫌，甲涉案的3个人提起公诉。检察人员到厂库内检查相关设备数据，伫个新德科学园区内风车大厂基邦科技也出空污数据造假。新德地检署甲保七总队环保局联手侦查了后，12依照违反空污法定，对基邦甲公司姓林、姓叶甲姓陈3个款案人员提起公诉。为确保数据表面符合标准，自民国109年到112年3月间，利用造假、篡改监测数据之方式，将不实数据申报至新竹市环保局，自身损害于新竹市环保局对于申报空污季报数值管理之正确性。3人将排放管道 P001、P004 经 VOC 监测系统自动记录车标部分用数据簿记功能调整至合法范围。高并在巡检系统显示管道 P002、P003、P005 甲 P006 的数据超出上限甲下限，所用手调整到正常范围，将不实在数据申报予环保局。因为他们哪有那个固定污染源的操作许可证，空污防治设备的一个操作条件都要做记录。那我们去现场看，我们都会看那些记录有没有符合它的操作许可证，以确保它有依正操作。空污法24条，罚则的话是1万到2000万。环保局推测基本性行为相比，无依照操作许可证操作的法证，会依照空污法罚40万。那判决落来也严格稽查基本。疾科管理局表示，已要求厂商老实申报，各加强查核落实状况，来防止这不法的行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